他这个左右手直拳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胡查比利格，现在没有那么贸然的进攻了啊。哎呦，你看这个侧向移动多灵活呀！是的，直接胡查比利格扑过去扑了个空。对，完全把这个力量都卸开了。嗯。好在胡查比利格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了，如果遇上这种年轻的选手啊，很容易这样被晃倒的。要么就是通过自己的臂展优势控制住对方的进攻的距离，要么是通过这种突然横向的移动非常快，完全化解对方的进攻。是的。那么第6回合比赛也是结束了啊。这一回合胡查比利格的在整场的气势上面是抓了不少回来，他的连续的猛攻啊，给麦麦提图尔森琼也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杀伤力。对，还是有一些效果。但是麦麦提图尔森琼呢，在这一回合的这个点数上，其实也并不输于这个胡查比利格，他的反击还是很有效果的。一直把这个距离啊控制得非常好，让自己的出拳都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反观胡查比利格要找这么舒服的位置就没那么容易了。而且麦麦提图尔森琼用自己灵活的步伐，每次在对方进攻的时候都能够找一个很好的机会把对方这个力给卸开。接下来第7回合啊，这剩最后2个回合了，双方的表现呢尤为关键。因为我们中国拳王赛的这个比赛，如果出现了2个选手平分的状况，我们是按照第8回合的这个比赛谁更表现得更好一点来判定这个比赛胜负的。对，算小分。接下来第7回合，麦麦提图尔森琼依旧用自己大幅度的脚步移动啊，来迷惑对方。对，因为前6个回合应该说双方确实打得难分难解，然后呢，从这个双方的这个进攻的得点得分来讲呢，都应该说互有得分。那么相比之下呢，麦麦提图尔森琼呢，略占一些优势。胡查比利格呢，在第6回合他改变了自己从中路切进的这样一个中线的打法，还是比较奏效。那么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战术在后面这7、8回合当中能够运用得更好。哇，这个上勾拳太厉害了，击倒了，直接击倒了。这一拳上勾打得太扎实了。是的。我们刚才还说麦麦提图尔森琼的拳不是特别重，让我们见识到他这上勾找到了合适的距离，又是一个迎击。是的，这一拳的分量不轻啊。对胡查比利格来讲，这次影响会比较大。对，现在给了短暂的一个毒疤之后啊，麦麦提图尔森琼再继续找重击机会，找这个想乘势而上啊。是的，我们看到麦麦提图尔森琼的这个家乡父老也来到现场给他加油啊，这是属于一个压倒。看到维吾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工作组来到了现场，给麦麦提图尔森琼加油呐喊。现在晋升的对拼过程当中啊，现在胡查比利格在找这个调整的机会，因为刚才被毒疤的时候，他一下子要缓过来还是没那么简单的，还在不停的进行主动的搂抱。这也是一种战术安排，因为被这个击倒一次之后啊，对自己影响会比较大，一个是在体能上，一个在信心上，是的，会有比较大的打击。那么通过一些靠住对方、搂抱。一是给自己有一个调整的机会，同时呢，也在体力上呢去消耗对方。胡查比利格在面对这个身高臂展的选手的同时，他的这个重拳又是没有发挥出来啊，距离的把控感也没有对方好。对，麦麦提图尔森琼现在是乘胜追击啊，乘势而上。刚才一下重击的话，那么这一回合的点数上来说，麦麦提图尔森琼也是占到了比较大的优势。上勾拳又来，我们看这个距离，这个贴身近靠打的也不错。又是一个右上勾。是的，他在找这个右上勾的机会，因为刚才的右上勾效果非常的显著。麦麦提图尔森琼这名运动员，他的这个技术确实比较全面啊，这个闪躲、移动，然后呢格挡、封堵，那么出拳的这个线路也很多。那么接下来就是决胜局第8回合了，在第